歡迎大家收睇賽馬分析學呢個頻道，喺每個賽日之前分析精選馬匹。如果大家中意，可以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2025年10月19號沙田日馬，我哋先講第1至第5場，下條片再分享第6至第10場。第一場5班草地1004米，今日講緊3號同喜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058，同喜排8檔跑第3嘅。暫時大熱係6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呢，咁啊同喜唔算好快，尾支藍衫黃帽嗰匹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幸運福星搶啦，埋邊係有心意啦。紫色衫第3位魅力星啊，第4位外邊專家，中間第5啊，大面箍嗰隻就快樂奇兵啊，外邊有力險大將啊，劍無情啊，馬林中間飛躍海船都跟前咗白衫白帽噶，內欄黑衫黃帽焦點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讓我高飛謙謙君子全神貫注啊，尾支內欄黃帽嗰匹呢，咁啊就係同喜啊，暫時電流超勁火力嚟嘅，轉緊彎嘅時候呢，前面就幸運福星大，魅力星啊第2位，第3位埋邊呢仲係有心意啦，攞咗出去外邊有專家。咁啊頂埋嘅嗰隻咧力險大將出去啊，中檔位置呢就快樂奇兵大面箍咧側起個頭嗰匹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出邊追咗少少又劍無情，大外多全神貫注，入邊揾位上個同喜啊，最後200米到魅力星透出咗啊，咁啊快樂奇兵一路追緊上嚟啊，後邊嘅馬入邊追咗少少啊同喜啦，中間係有心意啦，最出嗰邊仲有專家同埋全神貫注，最後100米到快樂奇兵脫穎而出，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魅力星啊，同喜第3。幸運福星跑第4啊！結果今場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2米，騎師係奧爾文啊！一起步慢閘啦，前段後面位置跑，咁啊沿途2列跑，咁啊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群中發力衝刺，之後踩油一直衝啊，後勁凌厲，最後攞個第3翻嚟。今場跑草地1004米啦，真情排13檔，咁啊換上布文，其實呢隻馬咁啊排13檔，但係後上馬問題唔大嘅，只要順利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啊，正常發揮呢。咁啊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啊！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1號快樂奇兵、8號東星月、9號爆熱。咁我哋講緊第2場4班草地1000米，咁啊5號觀金旗。講呢隻馬之前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係9月27號嘅試閘，觀金旗呢排7檔跑第1嘅。好啦，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藍眼罩嗰隻就魔法速遞呢，就暫時喺後邊啊。褪咗落嚟嘅馬咁快飛飛，嗱冇尾耳，出邊尾3呢，黃衫嗰隻叫做大太陽嚟嘅。好啦，跑咗一段，跑對面直路啦。觀金旗啊放啦，冠輝煌啊第2位，金多喜第3，機不可失第4，第5灰馬嗰隻係智旺財啊。埋邊第6位飛躍精英，後邊4隻形影飛馳藍眼罩呢，就魔法速遞啊。後邊2隻金快飛飛同埋大太陽啊，暫時殿後啊。好啦，過咗呢個600米段處開始轉彎啊。前面放嘅馬呢，都仲係呢隻觀金旗啦，位置變動上面都唔係好大噶啦。冠輝煌呢，就第2位，黃衫呢，第3位，仲有金多喜啦，第4位智旺財，第5位飛躍精英啊。咁啊，再見到啊，外邊藍衫係機不可失，藍眼罩中檔有魔法速遞啊。後邊3隻形影飛馳、金快飛飛同埋大太陽嚟嘅。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。觀金旗都放到順晒㗎啦，拋離咗個幾身位呢，似乎都係贏出呢個大閘嘅呢，一放到底啊！後邊嘅嘛金多喜黃衫騎住啦，褪咗少少喎，有冠輝煌啊第3左右啦，出邊追有灰馬智旺財最出魔法速遞啊，埋邊藍帽仲有。呢隻馬上場賽事跑9月27號跑馬地草地試閘1002米，其實係黃寶嚟噶，一起步快閘啊，前段放頭位置跑啦，望空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望空發力衝刺，一直有走勢，個走勢好吸引啊！最後隻馬攞第1，一放絕塵啊！今場跑草地1000米啦，潘頓騎呢隻馬，今日排8檔，咁啊啱晒放頭走噶啦，咁啊今場有力突圍嘅，應該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啊！另外3匹心水馬呢就4號賢者威風、10號快樂高球、12號加州本事。咁我哋講緊第3場4班草地1800米，今日講8號密密送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071，密密送排9檔跑第5嘅。大熱第4，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啦，前面快閘嘅馬就美麗邂逅嚟㗎，咁啊中間有翼宇陽明都快啦，外邊有2隻嘅粉紅衫嗰隻呢就一世美麗啦，藍衫第4位係藍雀嘢啊，大家跟住個第5啦，黃衫嘅順城之星，外邊係海船幸運啊，二門準輝煌內欄第7啊，橙衫嗰匹啊，響佢出邊有天天更好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有右派頭啦，外邊係團結戰寧啦，尾4密密送，尾3常多笑啊，後邊2匹馬勁進奔騰同埋淺藍衫嗰隻呢就戀愛狂嚟㗎，好啦，轉向個
頭遠彎啊！美麗邂逅一馬當先啊，梗係放啦！益於陽明啊，第2位啊，一世美麗就跟住個第3藍雀爺第4啊，內欄第5仲有順城之星啦，再後邊嘅第6位海船幸運啊，橙衫第7啊，內欄呢就係大熱門嘅準輝煌啦，再喺後邊嘅馬呢，仲有天天更好啊，綠色衫嘅後邊嘅6匹馬啦，有派頭團結戰寧密密送長多少啊，再後邊嗰對啦，咁啊戀愛狂同埋勁進奔騰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美麗邂逅仲有1個馬位優勢啊，然後中間位置亦於陽明啦，一世美麗追啦，埋邊啊準輝煌上緊嚟啊，外邊仲有呢隻就海船幸運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天天更好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美係邂逅仲係佔先嘅，咁啊見到中間準輝煌開始過佢啦，出邊仲有隻海船幸運，大外檔天天更好，最後50米到準輝煌透出，終於都贏啦，跑第2名海船幸運啊，第3名外邊天天更好同埋入邊嗰隻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，其實係希威森喎，一起步慢閘噶啦，前段後面位置跑，咁啊貼住欄跑啦，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咧攝入內欄，望空發力衝刺，之後一直有走勢啊，最後隻馬攞第5啊。今場跑草地1100米排4檔，董明朗騎呢隻馬啦換上排4檔啦，只要順利有遮擋走，直路走到3位衝正常發揮咧，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咧就係1號一支箭，3號爆出美麗，6號年年有福。咁我哋講第4場4班草地1004米，咁啊講緊10號文明福星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059，文明福星排3檔跑第3嘅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皇帝英豪就相當快閘噶啦。第2位有勁者，第3位呢有駿馬之星啊，黑衫第4走上嚟第3武林寶典啊，外邊黑衫白帽呢仲有非凡時刻啊，再喺外邊啊男神啦，馬林中間淺藍衫呢就新力嬌啦，中檔位置仲有做好自己就黃衫黃帽嘅，內欄啊文明福星啊，後邊4匹馬啦高感啦最好玩啦，殿後一對奇異歡星同埋英俊威風嚟噶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就皇帝英豪響埋邊，外邊非凡時刻走上去啊！第3位呢，咁啊有呢隻武林寶典啦，第4位外邊喳喳聲走上嚟啦，就係呢隻做好自己啊！咁啊再見到呢駿馬之星呢，都跟住佢外邊一齊冚噶啦，馬林中間有文明福星啊，外邊追有呢隻就高感啊，偷入邊就勁者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皇帝英豪埋邊佔先嘅，非凡時刻響中檔兩隻馬鬥緊嘅時候，做好自己響中檔追緊啊，後多層啊嘛，響馬林入邊捐上嚟喎，偷入去有新力嬌。外邊係文明福星，最出駿馬之星，最後100米到透出嘅馬埋邊新力嬌，外邊做好自己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埋邊新。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2米，其實係潘大偉啊，前段中間較後面嘅位置跑啊，沿道貼住欄有遮擋走嘅。一入400米左右，隻馬咧喺馬群中發力衝刺，踩有一直衝壓後勁好凌厲，最後攞第3翻嚟。今場跑草地1004米啦，真情排14檔。潘大偉咧繼續騎呢隻馬，咁雖然14檔，但係只要順利2碟有遮擋位置走咧，呢啲後上馬咧係問題唔大嘅。咁啊正常發揮咧，呢隻馬都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嘅。另外3匹心水馬咧就係1號時尚歡欣、3號精算激流、8號風神。咁我哋講緊第5場4班草地1004米，咁啊講緊6號如蝶翩翩，我哋睇睇片先。呢場場次係061，如蝶翩翩排10檔跑第2嘅。3。好，嚟開閘嘅時候啊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喎，前面知道穩勝快嘅，咁啊第2位有後無來者黑衫嘅，內欄海船王者啊，第4位呢就起舞飛飛啊，第5位藍衫藍帽卓越旋風出邊旋風傳奇啊，內欄大約跟住個第7度啦，仲有至高心得啦，中檔63黃帽精算激流，外邊啊本能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咁啊分別有呢隻彩虹七色啦、如蝶翩翩啦、尾3中國心啊，依家先至埋到嚟2搭啫，咁啊銀藤啦，咁啊外邊嗰隻呢就白鹿金剛。開始先至埋到嚟，暫時包尾啊！好啦，過咗呢個800米段處啦，知道穩勝嘅貼欄放嘅，第2位就起舞飛飛啊，第3位內欄就海船王者啦，第4位出邊黑衫後無來者有啲搶口啊，中檔第5有卓越旋風，外邊旋風傳奇冚上去，精算激流呢，63黃帽都要出去啊，拱埋嗰隻本能出埋去，馬林後邊呢，先見到有如蝶翩翩啦，等入邊彩虹七色啦，掟出去嘅馬有2隻，中國心同埋白鹿金剛啊！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呢，中檔位置有呢隻旋風傳奇鬥緊埋邊呢，就起舞飛飛啊，中間就後無來者啊，響入邊捐位上仲係海船王者，咁啊白鹿金剛外邊衝緊上嚟啦，中檔位置仲有精算激流啦，如蝶翩翩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白鹿金剛外邊逢馬過馬，輕鬆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如蝶翩翩，第3名嘅馬呢，外邊係銀藤。
咁呢隻馬上場賽事跑沙田草地1004米，騎師嗌少禮啊，前段後面位置跑嘅，咁啊二碟位置跑咧有遮擋走啊，一入400米左右咧，隻馬中檔，咁啊望空發力衝刺，咁啊之後一直有走勢後勁凌厲，最後隻馬攞第2啊。今場跑草地1004米排1檔，換上布文騎呢隻馬，咁啊排1檔。呢隻馬咧後上跑法，咁啊一定可以有遮擋走，最緊要直路走到3位衝，咁啊正常發揮咧，呢隻馬唔難有3甲甚至贏出賽事噶。另外3匹心水馬咧就係4號有型人、7號大千紅心、14號多彩多姿。咁第6至第10場咧會喺下條片再分享，大家敬請留意啦。多謝大家支持，如果大家中意可以俾個 like 同埋訂閱呢個頻道作為支持。